大家好，又到我講新聞嘅時候啦。今日個題目係乜嘢呢？就係曾經犯過盜竊罪最前嘅退休女警，佢又再犯法啦，又再偷嘢啦，偷咗超過萬元嘅財物。佢認罪啊，前日認罪呢，個官判咗佢呢感化令。唉，真係超輕啊，真係。個新聞就係咧，曾有盜竊案底嘅，而且退咗休嘅女警啦，佢今年4月份嘅時候咧，又再次去犯案，喺紅磡永旺百貨公司偷取超過1萬元嘅商品。佢喺早前承認一項盜竊罪，案件咧喺29號咧喺九龍城裁判法院判刑。根據裁判官陳志輝判刑指出明白被告嘅健康狀況係督促被告自行就醫嘅。陳官建議檢法官嘅建議判處被告12個月嘅感化令，真係非常之輕。被告劉吉儀52歲退休人士。真人生勝利咗，50歲頭就退休。早前佢承認咗一項盜竊罪。案件指出佢喺2025年4月9號喺香港紅磡德豐街嘅宏寶花園華苑地庫1層同埋地下永旺百貨公司偷取咗一個，哇犀利咯！有咩呢？唔係病套環保袋一個，4個銀包，唔知咩牌子，3把遮，2條底褲，2對襪，3盒無線藍牙耳機，1支紅酒，6盒護膚品，1盒止痛貼，3個背包，3對拖鞋同埋2個肩包，total10,397蚊港幣。而上述嘅產品嘅財物均為永旺百貨嘅財產。辯方稱被告已經考慮後悔。陳官喺判刑嘅時候就話被告嘅健康狀況並督促佢自行就醫，即係暗示佢有精神科嘅問題啦。佢仲話個官仲話你下次再犯嘅話就冇今次更好彩噶啦。若然佢再犯案就唔會再幫佢攞個感化軍報告。然後陳官就表示佢接受感化軍嘅建議啦，就判處咗被告12個月嘅感化令。翻查資料顯示呢個退休嘅女警已經涉及多宗盜竊案，例如2020年同埋21年喺觀塘嘅 APN、牛頭角嘅 Mega Sport， 同埋喺永旺百貨入邊偷取咗2條箍肚臍嘅圍巾，好多盒嘅巧克力，即係巧克力啦，同埋一個不鏽鋼嘅水杯，同埋個身上邊更加有一把戒刀啦，唔知做乜戒啦。經過審訊就裁定佢罪名不成立，話身上更多嘢都罪名不成立，更犀利嘅。為佢有一次喺2022年喺尖沙咀國際廣場偷咗一個 Prada 即係熊貓啦Prada 嘅帽就被捕，經過審訊之後就係罪成嘅，判監3個月，夢刑12個月。咁呢單 case 大家上網可以睇翻啦，就係 KCCC1388-2025。咁佢個樣就喺 Google 就睇到嘅，係一個側面嘅咁嘅樣啦。咁其實除咗佢之前有幾單偷竊嘅案件係
罪名不成立之外咧，佢近呢幾年犯嘅盜竊案咧，都應該係以自身問題啦，同個官講啊，我有精神科啊、白卡啊、情緒病啊，類似嗰啲啦。咁所以就個官咧判咗佢感化。感化咧其實係一個好點樣講啊，即係冇乜前法㗎咋。感化官咧一個月見一次，判一年嘅話就一年見感化官見12次，可能你每次都可能見1個鐘啦咁樣。咁啊，一個係一個前法嚟㗎，當咗係。哇！咁你坐底佢衰咗咁多次，你起碼都判佢社會服務年啊，等佢做下義工啊，去海灘執下垃圾啊，去例如有啲咩做咧？社會感化年，去啲學校嗰度遊下遊啊，即係清潔下咁樣都好啊。哇！你咁樣次次都係俾佢感化年，即係我覺得而家休班檢又好，退休檢又好，係咪真係有更大個優惠咧？每次犯法咧都可以即係同個官咧係有解傾嘅咧，又或者係從輕發落啊，即係佢話有病就有病噶啦。咁所以啊，我唔知得件點樣講，即係我希望下次再見到佢再上新聞嘅時候，我希望個官都諗下，如果連續幾次都判佢啊感化年，佢都感化唔到佢嘅，個感化官都即係教化唔到佢嘅時候，係咪真係要嘗試下有其他更加適合嘅刑法咧？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單一嘅呢個事件咧，你可能都係可以話自己有病啊，情緒病，但係如果每一次都係話自己有情緒病嘅話，我真係覺得搞不撚定。所以我覺得法官咧，真係喺下一次嘅時候，即係我唔係會質疑法官啊，有一種真係從輕發落啊，或者係啊相信佢有病啊，去輕判佢呢件事係錯誤嘅。但係如果唔夠1年時間，佢就有下一次俾人抓到嘅時候，係唔係應該考慮下更加高或者更加適合嘅一種刑法去懲罰佢咧？因為如果普通人去犯法，第2次犯法已經要坐監，但係一個退休嘅女警偷幾次嘢都冇坐過監，我覺得有少少對普通人唔公平咯。我覺得就咁望落去，我就冇其他意思啊。今次個新聞講到呢度先啦。如果再有其他新聞啱講啱 topic 嘅話，我就講下啦。咁下次再見啦，拜拜。